本周二，美国总统拜登接受 CNN 市政厅节目采访。在采访中，拜登就中国处理穆斯林少数民族的问题警告说，中国将会为践踏人权付出代价。美国总统拜登说，美国必须要为人权发声，而中国将会为其践踏人权行为承担后果。拜登星期二在 CNN 主办的一个市民大会电视节目，主要谈到他领导的新政府如何回应武汉病毒大流行，如何振兴美国经济。期间，他被问到上星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通话的情况。拜登在这场由 CNN 转播的电视活动上说，中国将面临后果，而他习近平知道这一点。拜登所指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维吾尔人关押在再教育营以及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而受到全球批评。一个多月以来，土耳其维吾尔人继续在中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和驻安卡拉大使馆前举行家人在哪里活动。德国维吾尔团体昨日在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前举行了抗议活动。近日，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散人积极响应土耳其维吾尔人的号召，在中国驻哈萨克斯坦、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的领事馆前展开了示威活动。他们要求中国当局提供被关押在东突厥散集中营中的家人的信息。2月16日，市委会等组织在中国驻慕尼黑领事馆前开展了家人在哪里活动。英国总理约翰逊回应了犹太新闻、国会议员和犹太社区有关维吾尔人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英国政府将把中国对维吾尔人的系统性破坏放在优先地位。去年年底，英国国会议员努斯拉特·加尼、犹太新闻和犹太人协会卡辛致函总理约翰逊，他们得到了英国犹太人理事会等组织和50多名议员的支持。鲍里斯·约翰逊在回信中说，他将对东突厥散令人担忧的局势表示关切。他指出，英国在使中国承担责任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这份信是在英国政府拒绝一项修改贸易法案后公开。该法案旨在允许英国法院审理和起诉一个国家是否实施种族灭绝的案件。如果英国法院裁定某国犯有种族灭绝罪，英国将被禁止与该国订立贸易协定。去年，中国首次超越美国成为欧盟最重要贸易伙伴。在此背景下，与前欧盟成员国英国的贸易额亦大幅下跌。欧盟去年对美出口下降 8.2% 至3530亿欧元，从美国的进口额下降 13.2% 至2020亿欧元。欧盟对美贸易顺差同比几乎没有变化，为1510亿欧元。欧盟统计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欧盟对华出口增 2.2%， 达到2025亿欧元。从中国进口增 5.6%， 达到3835亿欧元。欧盟国家对抗疫物资、电子产品等需求强劲，刺激了中国相关商品对欧出口。意大利竞争监管机构周三表示，已对脸书处以700万欧元的罚款，原因是脸书没有遵守监管机构的要求，未能纠正该集团在处理用户数据时存在的不当商业行为。据报道，意大利竞争与市场管理局指出，脸书并未将收集个人资料的方式、这些资料会如何用于商业等告知使用者。加上脸书对于意大利当局要求改变作为的行政指令始终置之不理。15日，法国竞争、消费和反商业欺诈局以及法国经济部对外发布公告称，谷歌公司提供的旅游住宿酒店排名可能误导消费者，故对谷歌进行110万欧元的罚款。